这不好听，太多亮子了。这男的特别好看一些。
短了。像藏区的有很多。去年对，去年我是网上看的，你是吗？我过年嘛，看来看的。网上叔，我可以采访你吗？我采访你啊。这个是老大嘛？对啊，那个我以前搞错了，以前他是老大搞错了。对，因为他高一点点嘛。对啊，以前感觉是，其实搞错了。这个是老大，这个是老三，这个是老二。啊，对啊，我搞错了。那个是老二，老庸二那个是老五。老三没来嘛，没用三。这个应该会跳吧？这个是楠楠，他妈妈。这新的，大西在前面跳。再放一个，这些是大概开到70倍，要有点15分钟左右。快调点15嘛，有点15，是吗？好，有点15。哎呀，刚刚结束，10秒钟。哦，玲玲那个是玲玲，我拉错了，我不知道我在不在。当时事发的时候有玲玲有拉错，有巴唐我、巴唐曲珍，还有灯子在帮忙维持秩序，还有坤哥也在帮忙吧。主要还是他们4个人吧。觉得还是。
largo. 善良啊，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捡石头的大哥啊，这个是四川西藏自报五经，西藏还有班主。这边是李丽老师，哟，这站了一堆啊。应该是准备那个跳瑞瑞他们的，应该是吧？哦，对，放瑞瑞跳舞的礼物的时段。没结束。等你的音乐呀！等你音乐啊，还有10多分钟。他们。肯定会放。哦，对了，等会儿早上要扩单。有个网友他要做这个扩单，我打个高一点的，最高的是上巴西，前面是曲拉，这个是扎西，不是在巴西，普京，这是02，乌道夫。
情况。